今天刚好是周末嘛，带着我儿子，然后回到我们茶厂，也就是我们老家，给大家看下我们的茶厂这边的这个生态环境如何啊？都说这个好茶出自这个高山、高海拔好的生态环境。我们这地呢就是如此啦，嘎。在我们家这个处置所前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寨子，我们寨子呢一些亭亭子子这些。这些生态环境的话，就更多呢不用说了，看得出来呢。那点最近的那片地，那个地方最近那片地就我家的茶地，一片生态茶园。前段时间除过草了，但是现在看起来草也比较少样。你们能看到的这边这些森林里面了吗？就包括前面这些都是茶园很多地方包括那边那些地方，森林里面都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茶树。包括这后面这些大山上